父王，父王，我求求你救救我的儿子，他才3。大公主，大公主，芈月，梦莹，姑母，魏冉和侄儿他们到了吗？啊，侄儿，侄儿不是跟你在一起吗？大公主和小公子在离开韩国后，在接近赵国的边境遭遇追杀，与小公子不幸失散，魏冉带人去寻找了。啊，怎么会出这种事情？走，快进宫吧，快进去。姐姐，哎，小冉，姐姐，小冉，我的侄儿呢？小公子呢？臣带着义后突出重围后，再返回去寻找小公子，不料遭到强兵阻截。这才知晓劫走小公子的是赵国赵侯雍的兵马。赵国？赵国人劫走了小公子。这事怎么会扯上赵国呢？这中间的是非曲折我也不知。大公主，大公主，王阳，大公主，王阳，父王，父王，我求求你救救我的儿子，他才3岁啊！父王，我求求你了，父王。梦莹，若是能救，寡人岂能坐视不管？看来此时赵侯雍早有预谋，他劫走侄儿，必然打的是挟持侄儿以至燕国的目的。此刻就是寡人再出兵攻赵，只怕也无法接回你的儿子。可我的儿子怎么办？我的儿子怎么办？他才3岁，父王，我的儿子。你放心，你儿子是燕国嫡公子，也是燕国王位继承人。据报，燕王哙已经打算禅让王位给相国子之，正在择吉日举行禅让仪式。而此时，赵侯雍扣着你儿子，定是为了在子之登上王位后，打着推立你儿子为燕王的名义入侵燕国。所以你的儿子是他手中的未来的燕王，赵侯雍绝不会伤害他。就算他不伤我儿，可我儿年幼，不能没有我的照顾啊！父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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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求求你，你送我去赵国，让我去赵国办几颗汽车，父王，我求求你，父王。糊涂！赵国无端劫持他人幼子，正愁着找不着借口在诸国面前为自己开脱，你却自己要送上门去。你可是为了救你，牺牲了多少大秦士兵？你说走就走，难道将国家大事、将士性命视为儿戏？几年前，为了秦国，我将我自己的一切悉数牺牲。我没有国，没有家，没有父，没有夫，我只有跟我唯一的儿子在一起，这个要求过分吗？父王，我求求你，父王，父王，我求求你，父王，我求求你，父王。永远都只是你棋盘上的一颗棋子。大公主，大公主，大公主！大王，大公主她……芈月，寡人想一个人静一静，你也出去吧。是。继儿已经睡下了，你也早点宽衣歇息吧。我这会儿还不想睡。月啊，我知道你心里难过。葵姑，你看看大公主，我曾羡慕过大公主，她有大王的父爱，
有嬴夫人那样睿智的姑母，身为嫡公主，出嫁为王后，孩儿可以继承大位。可如今，她还不如街市上一个普通妇人。这天下是男人的天下，男人争到了功业，女人则流尽了眼泪。姑姑，我不喜欢这样。可身为女子，又能怎样？我不知道，但我不愿意在这样一个四方天地里，由别人来摆布我的命运。奋击百万，沃野千里；蓄积饶多，地势行变。此所以天府，天下之雄国也。我家义后前来探望苏公子。在下苏秦参见义后。苏公子，快请起。可否进去说话？请。敢问义后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苏公子是梦莹的救命恩人，请受梦莹一拜。义后不必如此，实在是折煞在下了。当日梦莹被困韩国，求守垢面，亏得公子不远千里传书相救。您身为秦公主、燕王后，沦落至韩国被人所禁，苏秦扶危救弱，义不容辞。国相子之害我母子，祸乱燕国。苏公子人人君子，使梦莹脱离大难，大恩大德感激不尽，自当重谢。公主把苏秦当成何人啊？苏公子救我于水火，梦莹无以为报。苏秦和义后乃是道义之交，苏秦只求惺惺相惜。现在看来，义后也不能免俗啊。苏公子洁身自好，梦莹知道，这点财物在公子眼中实在是一文不值。义后若真想谢苏秦，只把苏秦当做一个故友吧。至于这些财宝，在下不会接受。梦莹愚钝，既羞辱了公子，又羞辱了自己，还望公子见谅。哎，义后不必过分自责。在下失礼了。咦，这是什么呀？要鸟，要鸟。我喜欢鸟。今儿要小黄鸟，交给娘亲备凯丰。继儿要是忘了的话，葵婆婆帮继儿背吧。哎，会不会啊，继儿？海风自拿，吹比齐些。背得好，大王，继儿。继儿可知道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吗？知道。说说看。娘亲辛苦。说得好。娘亲呢？小鸟被人抓走了，他们的娘亲找不到他们了，不能跟他们在一起了。小鸟的娘亲会哭吗？当然。小鸟怎么办？葵姑，带继儿去玩。来，继儿，婆婆带你玩。大王刚才的样子好高兴。函谷关传来战报，司马将军率部出击，联军不堪一击，一战而溃，斩敌3万。联军堵在我家门口快1年了，期间我们战死了1位公子，7位封臣，5万将士。
今日总算缓解了联军的进攻之势，也让寡人松了口气。恭喜大王。那大王，趁着函谷关大捷，大王能否让小鸟和他的娘亲从此团聚？你是在为梦莹求情？是。既然赵国在函谷关吃了败仗，折了他们的傲气，那正是大王与他们周旋的好机会。你不知赵侯雍，列国君王中，齐王、魏王早已迟暮，楚王武断，韩王怯懦，燕王糊涂。能与寡人相比者，为赵侯雍，有极大的抱负和野心。如今，公子职已经落在他手中，将来必定会狠狠地咬燕国一口。若梦莹再落于他手里，只会让他有更多的机会。大公主曾为秦国牺牲了她的全部，母国是她唯一的靠山。以后还会有无数的王族儿女去为秦国牺牲。大王应该有办法让他们觉得为母国牺牲无怨无悔。国家大政，顾不得儿女之情。有时候儿女之情也是国家大政。人世如棋，暂且让掉一个子，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子。大王，就算这次让些许利益给赵国，但并不等于将全盘都让给了赵国。但若是儿女对母国心死，是救不回来的。你为梦莹求情，是因为你跟她感情最好？不，臣妾只是说句真心话罢了。我曾有过求告无门的时候，知道那种苦。若是每个人都在别人落难的时候袖手旁观，那就别指望他自己落难的时候会有人相助了。倘若你帮了别人，到你需要求助的时候，依旧无人帮你呢？我知道这种事情不可斤斤计较，我也并非只问耕耘不问收获。但若是一分耕耘都没有，那自然谈不上收获了。大王，寡人会派人出使赵国。多谢大王，多谢老婆。真是绝世良才，可惜啊，可惜。妹妹看到了什么好文章，竟然如此感叹？是苏秦。苏子的策论可谓辩才无碍，满腹经纶。既然如此，还不赶快举荐给大王？这只怕有些不妥。有何不妥？苏秦的策论言辞犀利，论点精辟，但他的主张其实与张子相差无几。这有什么不好吗？从策论中可见苏秦孤芳自赏，桀骜不驯，这等清高之人极易过分偏执。你可知行走列国游说君王，凭的不仅仅是学识，还有洞察人事。朝堂之上若不知缓转，只怕很难与他人相处。可妹妹说他是个绝世良才，如此社稷之气，若落入他人手中，岂不可惜？世上难有两全其美之事。正因为苏子才华横溢，国士无双，才让我想起公孙衍弃官而去的前车之鉴。一山不容二虎。眼下秦国朝堂之上，张子深得大王重用。从策论中可窥知苏子的谋略主见与张子相似。若引荐苏子入朝，他与张子相处和睦还好，若是不和，只怕会让大王十分为难。
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还是让大王自己决断吧。香儿，把苏秦的策论和其他选出的一并送到宣誓殿去。是。大王，苏秦求见。何事求见？承明殿已将苏秦的策论送来多日，他想请大王面见，一述策论。这策论可有芈月的特别推荐？那就先退回吧。是。王后，大公主，大公主脸色不好，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？派去出使赵国的甘茂大夫回来了。甘大夫把公子直接回来了？没有。赵侯雍先是称病不见，后又百般推诿，交涉没有结果。就算如此，大王也还是会另想办法的。王后费心了。无论怎样，大公主能在韩国将求救书信托人带出，一世吉人天下，十分难得。那带信的世子更是锲而不舍，百般不易，才将大公主的书信送到大王手中。那苏秦的确是忠义之士，救我母子于水深火热之中，大恩大德，让梦莹此生无以为报。据我所知，苏秦是饱学之士，他的才华若能得到父王的赏识，留在秦国建功立业，岂不也是美事一桩？大公主说的当然不错，不过我听说苏秦给父王上了数次策论，都石沉大海。王后是否得知原因？虽然大王让我与芈月一同研读策论，但苏子的策论从未沾过我手，都是由芈月考量。我想苏子的才华，芈月一定也看到了，定会鼎力相助，将苏子推举给大王。什么时辰了？快到4时了。快，扶我去承明殿。王后担心。王后最近得了头疼病，太医说让您少劳累，多休息。今日承明殿就不要去了吧。每日策论呈给大王，都是芈月在那儿自说自话，大王偶尔找人来研讨，眼里也都只有芈月一人。我若再不去，那承明殿可就真的成芈月一人的天下了。可王后您的身子……走吧，去承明殿。姐姐，你身子不适，还是早点回去歇息吧。不碍事。芈月，哎，大公主，大公主来了。王后，快来。听太医说你身子还虚着，我正打算抽功夫去看你呢，你怎么就过来了？你去看我和我来看你有何不同？况且我在宫里闲极无聊，只是一心念着我的孩儿。我若不出来跟你说说话，恐怕会愁闷死的。可外面天气那么冷，哎呀，你手冰冷。香儿，快去好好烹一炉茶来。是。父王果真信任你，把这些重要的异国之策放到案头，由你随心所欲挑选安排。哪敢随心所欲，明明是战战兢兢，唯恐有所疏忽，有所遗漏。芈月做事一丝不苟。可
可否读过苏秦的策论？读过。是否也有点滴可取之处？苏秦的策论折冲尊祖，纵横捭阖，堪称大家之作。那为何苏秦的好几篇策论投入宫里都石沉大海？苏秦的策论的确很好，但与大王眼下实行的国策并无二致。你是说毫无新意？角度虽有不同，但乃是异曲同工。这是芈月的见解，还是父王的见解？芈月只是将策论的内容归总，但是否取用，全由大王定夺。这么说，父王的定夺，多少还是跟芈月的归总有些干系。大公主这么说，真是抬举芈月了。既然父王对芈月委以重任，那梦莹就不打扰了。大公主，王后来了。她怎么会来我这儿？王后，王后难得来我这儿啊。王后请坐。大公主也坐。就是过来看看你。自从大公主出嫁，我心里一直牵挂。当日只想大公主的婚事有些牵强，没想到还有那么多的挫折与困顿。梦莹不怨别人，只怨自己命不好。大公主何苦如此自怨自艾？吉人天相，说不定身边就有人能帮你呢。我是父王已嫁出去的女儿，命如草芥。大公主与芈月一直交好，在后宫，芈月深受大王宠爱。大公主心里若有难处，何不求芈月帮忙？芈月也只是后宫嫔妃，尽管父王对她宠爱，但识人用人这种大事，恐怕芈月也做不得主。大公主错了。大王一贯对芈月言听计从，芈月就算做不了全部，也能做一半的主。大公主应该知道，张子张相在朝中的地位无人能比。父王爱惜张子的才华，张子有才不假，但若无芈月，他怎可能在朝中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？既然芈月能帮得了张子，就能帮得了苏子。张子与芈月的情分与他人不同，张子曾对芈月有恩，芈月知恩图报也不为过。所以芈月不愿有人在朝中与张子并肩，互争短长，也是情理之中。这小衣裳好讨喜呀，是大公主为公子侄做的。我日日除了思念孩儿，还能有何事可做？给他做一些衣裳，一点点裁剪，一点点缝纫，就像一点点摸着他的小身子。公子侄真是有福气，我可从没给当儿做过这么多的衣裳。这个是给大王做的。父王挑剔，这香囊我还不知送不送得出去。做得真精致。大公主向来心高气傲，今日看她的模样，却可怜得很。我原本只是猜测，今日之事真是巧中带巧，一下子看破了她的心思。大公主的心思吗？
心高气傲的人，越是容易显露自己的心思。他是对那个落魄世子情有独钟。王后说的是哪个世子啊？当然是东周那个苏秦了。苏先生，苏先生，这壶中没有水了，去给我打水。哎，你已经欠了2个月的房钱了，而且这个月用的竹简钱都还没给，要不您想办法把这钱先给结了。别翻那个箱子了，没有值钱的东西了，值钱的早都抵出去了。这些拿去卖了吧。苏先生，这可是您费尽心血熬夜写出来的策论呐。这些策论若有用时，价值万金；若无用时，它一文不值。现在它已经没有用了，拿去都卖了吧。实话告诉您吧，这写过字的竹简呢，也值不了几个钱。那你说，这个房间里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？这个，先生，这黑貂裘不是挺值钱的吗？好眼光，也就它还能值几个钱。但眼下天渐凉了，我也就这一件可以御寒的衣服。先生先想拿得过了眼前，再想明日的冷暖吧。啊，要不我马上送去典当了。哎，拿走，别再来烦我。哎。大公主，奴婢听说苏秦要离开咸阳了。怎么回事？我也是刚刚听说此事，赶紧跑来告诉您。快去给我备车，我要去见苏秦。可您的身子……我身子怎么样，自己心里最清楚。快去！是。来人，给我更衣。好皮子，那呆子哪里识货？说是当了，他就信了。哎，他已穷困潦倒，哪还顾得了这么多呀？你看来了。见过贵人。苏公子呢？走了。去哪儿了？哦，回乡了。午后出的门，说是要去东门搭乘韩国的货车。如果贵人此刻赶去，可能还来得及。货车？啊。苏公子怎会搭货车？这件裘皮明明是苏公子的，为何在你身上？苏公子数次上策论不得回音，散尽金钱，因此决意还乡。小的可怜他落魄，原本替他垫付了几个月的房钱饭钱，但苏公子清高，非要将这件裘皮抵押给我，在下难以推辞。是吗？是。那为何苏公子走得如此匆忙？好像是有事儿。可能家里有事儿。住口！肯定是你们敲诈盘剥，苦苦相逼。冤枉啊！冤枉啊！贵人，冤枉啊！如果贵人能赶得上，请将这件裘皮转交给公子。
人追债啊！马车停下，不许走！先生，请下车。梦妍难道如此不堪？先生不辞而别，我赶来送行，你竟然不愿下车？下车！你给我下车！先生，你下车吧，免得这位女子大开杀戒。你还是下车吧。给我过来！以后，请松手，如此行事有损您的名声。我不松手，怕你走了。我不走，即使我想走，车夫也不敢走。是我梦莹，求你千里传书，并承诺，若你有才华，定会得到我父王重用。没想到来时气宇轩昂，去时就医避旅。先生，是我害了你。苏秦学识不足，不得赏用，客居在外，盘缠用尽，与你无干。为何你不肯接受我的金帛？男儿膝下有黄金，就算苏秦穷困潦倒，也不想错言无地。先生何苦这般为难自己？你是秦国公主，燕国王后，该顾及你的名节身份，还有你的孩儿。先生诧异，梦莹无国无父，连唯一的孩子都被赵国劫去了。我已一无所有，还讲什么身份名节？怎么了？你母子不是一起回到秦国的吗？我们离开韩国时，遭到赵人伏击，我的孩儿被赵国劫去了。那你父王没有派人去救吗？赵侯用劫去我孩儿，打的就是劫持嫡公子，以谋取燕国王位的意图。就算秦国大军攻入赵国，都未必能夺回我孩儿。以后你受苦了。莫言认命了，先生不必怜悯。唉，罢了。先生若有高见，还请赐教。在我看来，此事并不难办。先生若有办法，何不跟我一同回宫面见父王？不了，我数次上策论，你父王不屑一见，我又何必再自讨没趣？我随口一说，你父王愿不愿意采用，悉听尊便。先生请讲。燕国君臣意味逆天为人，不但国内动荡，更会引起诸侯不安。赵侯雍扣押了公子职，必是为了等候燕国内乱，他好乘机以拥立公子职为借口入侵燕国。但眼下，赵国军队还拖在函谷关，不能两面作战，想要一箭双雕，既解夫人之难，又解秦国之围的唯一办法，就是我们寻机挑起燕国的战乱，再以此迫使赵国不得不放弃与秦国为敌的策略，共同拥立公子职，继位为燕王。那如何才能挑起燕国内乱？齐国。齐国？对。赵国有燕王哙之弟公子职，而燕王哙的儿子太子平却在齐国为质。燕王哙打算让位于子之，可太子平却因此失去王位，岂有不恨之理？诸国联兵攻秦，而齐国这次却没有加入。我猜他们必是为了等待更好的机会。只要在太子平身边挑起事端，齐国必将卷入燕国之乱，由此，赵秦两国便可出手了。先生果然是旷世奇才，为何无人肯做伯乐石马，却使得明珠暗投？苏秦也认命了。帝后，愿你母子团圆，平安回到燕国，执掌一国。你我萍水相逢，有缘一回，今日告别，各自东西。先生请留步。苏秦已经烧了为秦王所写的全部策论，就此辞别咸阳，不会再回来了。
等等！如鱼饮水，冷暖自知。望先生的这件貂裘能带给先生梦云给不了的温暖。先生，好生保重。既然先生去意已决，我当敬重他的抉择。王后，好了。今日就练到这儿吧。什么事？苏秦已经离开咸阳了，大公主去追也没追上。苏秦能否追回来，全在大公主；能否留下来，却在大王了。此刻，大公主已经去了宣室殿找大王，想必是想让大王把苏秦再给追回来。父王，如此一来，诸国困秦之局可转化为列国困燕之局。秦赵两国更可借鹬蚌相争，成为最后的渔翁。这全是苏秦想出来的。是啊，父王认为是否可行？类似的谋略，张仪也提过。看来苏秦的确有才。的确如此。大王，王后来了。让她进来。是。孟莹，你先回宫歇息。我会派人速速追回苏秦，并和众臣商议此事，争取让齐王早日发兵燕国。谢父王，孩儿告退。臣妾拜见大王。目前在。去把雍瑞给我召来。是。且慢，大王，可是要雍瑞追回那已经在回国路上的苏秦。不错。此事应在斟酌。为何？大王要使人追回苏秦，是因为大王看中了苏秦的才华。正是。可苏秦的才华与张子相比，孰高孰低？伯仲之间。那张子与公孙衍相比呢？难分优劣。正是因为苏秦才华横溢，国士无双，才让臣妾想到公孙衍弃官而去的前车之鉴。一山不能藏两虎，苏秦性情孤傲，与人交往不知缓转。眼下秦国朝堂上，张子深得大王重用，臣妾在策论中窥知，苏秦的谋略主见与张子相似。苏秦入朝，倘若与张子和睦还好，若是不和，会让大王十分为难。王后接着说。苏秦的策论词语犀利，论点精辟，但他的主张并无新意。大王若追回苏秦，却失了张子，会使得政务动荡，让国人不知所措。治大国若烹小鲜，不可用人不定，政令反复。寡人一用了张仪，就不能再用苏秦。
王后说的对，此事作罢。王后昔日与张仪嫌隙很深，为何今日来为她说话？国家大计，远胜于个人好恶。好，王后很好。大王谬赞，臣妾只是想尽微薄之力，为大王分忧。王后祸目开金，达人大官，寡人从此要对王后另眼相看。舒儿过去散逸懈怠，全是舒儿的不是。我得舒儿，如周武王得一江，楚庄王得樊姬也。大王，臣妾哪比得上一江、樊姬那样的贤后？为女子者，困于闺中，眼界小，格局小，气量小，那是天生性情，也是后天所致。古往今来，很少有女子能够出类拔萃，卓绝群伦。寡人若能遇到一二，都是珍宝。大王，臣妾日日心系秦国与大王，只要秦国昌盛，大王欢喜，臣妾死而无憾。对了，光顾着说话了。天凉了，臣妾为大王熬制了川贝秋梨糕，让大王尝一尝。好，拿来给寡人尝尝。若是觉得不错，臣妾再为您做。好。大王已经知道了王后的好处，从此会更加好好珍惜王后和公子荡。这只是开始。不过记住，千万不可在外面提起今日之事。为何？大王都说王后出类拔萃，于秦国有功呢。这功还是记在芈月头上吧。王后，你想，本来大王想派人请苏秦回咸阳，但却被人极力阻止。对呀，应当是芈月坏了大公主的好事。怎么会突然改变了主意？不是说好要派人追回苏公子吗？算我看错了他。公主知道这中间的缘由。在后宫之中，能让我父王改变主意的还会有谁？难道是芈月？除了她，我想不出第二人。议后，芈八子求见。不见，就是我身子不舒服。是。大公主平日就算身子不好，也从不会如此回绝夫人。除了身子不好，大约心情也不好。大公主好可怜，夫人该帮帮她。我想帮她，只是眼下不知如何才能帮到她。自上次司马将军大胜后，双方战事一直僵着。如果等齐国发兵，再解函谷关之围，不知拖到何日。近日，我军进行了休整，又增添了粮草兵卒。臣建议趁天气转暖，把兵马可以分成2支，一支重兵对付函谷关下的联军。开战后，先是猛攻，然后佯败，将联军诱至休于这个地方。此处是设伏的绝佳地。让司马错率另一支重兵等在此处。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我们在休于，好好招待他们。大王，魏军重甲直戈佩剑，我们新研制的大批弩机正好用来对付魏军的重甲。至于韩国的弩机阵仗，魏国的重甲兵卒是弩机阵仗的守护，攻破了魏国的重甲，兵马可以从侧面进攻，使得弩机阵仗成囊中之卵，一击即破。前阵子我让乐女们排演了几曲楚乐，听着还算雅致。今日正好立春，请姐妹们来交房殿清真浅酌，共享行云流水。来，
姐妹们，我昨日就差你去请大公主，为何大公主没来？婢子去了2趟，可大公主身边的人说，大公主身子不适，不来了。月妹妹，你与大公主一向热络，不知梦莹的身子是否要紧？我去探望过几次，但大公主一直不肯见人。大公主一定在与人怄气呢。她是大公主，她那身份容得下与人怄气。怎么，是芈月阻拦大王迎苏秦回咸阳的吗？宫里都是这么传的。芈月与梦莹情同姐妹，她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说是为了张仪。几位姐妹聊得好热闹，能否说出来让我也听听？王后，大公主病得蹊跷，依臣妾看，还是得请一位靠得住的太医去诊诊脉才好。妹妹提醒的是，珍珠，奴婢在。你去找太医令，让他派个好点的太医，专门照料梦莹，好好调理她的身子。是，奴婢这就去办。月妹妹，干一杯，为了你我的姐妹情谊。公元前317年，秦前左庶长初利基率军出函谷关，反击韩赵魏3国联军，与修瑜大败联兵，斩敌8万多，俘获魏国大将申差和赵国公子可，韩国太子焕战死。函谷关之战是战国时期最后一次诸侯合纵攻秦之战，从此6国再也无法抵御秦国的兼并。今儿饿不饿呀？我去多吃一点，好不好？好。继儿，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，继儿又长高了。对。大王今日这么早就下朝了？今日大朝没什么事，只是谈论了一下此次大捷的封赏。我已下令将修瑜之战的捷报传谕全国。自商鞅变法以来，秦国势力日强，6国一直想联手将秦国打压下去。这一战之后，恐怕他们再也不敢小觑我大秦了。诸国战败，只得给大秦割地赔偿。张子这次出使列国，定会风光得很。大王，是否让张子出使，先去赵国？我知道，你这是为大公主计。哎，好香的饭食啊！寡人在这里用晚膳。大王好口福，今日做了白果炖老鸭，鸭肉性凉，大补虚劳。今儿和大王一样，喜欢吃鸭子。这次修瑜之战，你弟弟魏冉和公子华都立了大功。真的？那要给弟弟和公子华封赏了。司马错在奏章上将魏冉好一顿夸奖，说修瑜之战，魏冉提供了绝佳的伏击点，并领军以5000人挡住了好几万韩魏联兵，为处理子的追兵到来赢得了时间。太好了，魏冉没有给你和寡人丢脸。月儿，该感谢司马错将军调教有方。小冉从军时还是个孩子，他在军中长大，向骁勇善战的将士学了一身本事，那是他的幸事，也是他够努力有天分。这么多军中勇士，人人都有同样的机会，唯独是他立下大功，证明他才干出众。寡人准备好好赏赐于他。那大王打算赏他什么？司马错上表说，请封他为君侯，赐大夫爵。
寡人却拟封他为皮将军，赐功成爵。玉儿多谢大王。小丫头，此次为何不谦让了？当仁不让。倘若大王因为宠爱我而赏他，或者是他绝不抵攻，那才需要谦让。如今大王赏赐他，是因为魏冉自己立下的军功，我何必替他谦让？好一个当仁不让！更何况，大王欲提拔军中青年将领，以替代世袭军将以及老军头，月儿深以为然。眼下前门收拾了猛虎，后门该教训恶狼了。寡人腾出手来，打算关照一下搅扰我大秦多日的一群人。那大王打算让谁去？我知道了，定是那个刚刚被封了皮将军、赐功成爵之人。大王放心，魏冉定会知恩图报，再立新功。知寡人者，芈月也。痛不痛？不痛。姑姑看着都痛，公子怎会不痛啊？只是皮肉破了，又没有掉脑袋。当儿这孩子太莽撞了。早上当儿和壮儿一同去骑马，内侍们照应不周，两个人都从马上摔了下来。壮儿疼得直哭，当儿却一滴眼泪也没掉。勇敢是我秦人之美德，为王者要有气壮山河、勇冠三军的气势。大王还夸他，您瞧这一身新衣，半日就被扯了好几个口子。新衣破了可以缝补，像壮儿那样，胆子破了，拿什么缝补？父王小时候也打架吗？当儿休得无礼。父王小的时候是个打架高手。怎么样？父王小时候也打架，而且还是高手。这孩子，整日和小内侍们混在一起，摔摔打打的，我都担心他受伤。父王的天下都是打下来的，还是昨日一个打他们2个，今日我要打他们3个。好啊！公子人小志大，好厉害！壮哥哥，走！父王，母后，儿臣告退。你们也下去吧。同是兄弟，相比之下却大相径庭。当儿自小最像我，骁勇果敢，有胆量，王者风范。大王如此夸赞，我是担心惯坏了当儿。明日让当儿搬入成明殿偏殿读书，寡人也好时时对他指教。谢大王恩宠。寡人回成明殿去了。恭送大王。人家都说进了成明殿偏殿读书，就是为立太子做准备。大王当太子前也是在成明殿读的书。这话不可到外面乱说，让大王听见就不好了。王后，大王还下令封了芈月的兄弟魏冉为皮将军，赐功成爵，还不都是因为芈月？且不说芈月在大王眼中的分量，那魏冉封爵是因为在函谷关立了军功，只可惜我身边没有一个能为我争天地的好兄弟。不过大王最中意咱们公子，王后有了公子，再高的爵位哪比得上未来的大王？昨日甘茂与张仪在朝堂上又吵了起来，甘茂和张仪历来不和，大王提拔军中新进少年，替代世袭军将，必然引起甘茂等朝中旧人和老将军们的不满。
珍珠，你去给我拿500斤，外加100匹楚锦，给甘大夫送去。他也是楚国人，曾是石举先生的弟子，我们对他更该亲近些才是。另外，给初离子送上同等份额的礼物。他是荡儿的王叔，亦是左庶长，大王向来依仗他，朝廷里有他说话，大不一样。若甘大夫和初离子问起来，这不年不节的，何以送如此重礼？就说荡儿从小热心军务，希望有朝一日得到甘大夫和初离子的悉心指教。是。绿儿，快点快点！公子，公子，慢点跑。公子，这是你通哥哥，快跟通哥哥打招呼。通哥哥好。公子，这是你的弟弟公子季。去摸摸小狗狗。季弟弟好，我可以摸摸他吗？你可以抱抱他。弟弟。公子，公子。王后也是为了你好，别来烦我，说不多就不多。我喜欢读甘茂大夫给我拿来的《楚兵法》和《蚩尤》，不喜欢读《周礼》和诗书。可你不读《周礼》和诗书，将来如何当太子？如何当大王？读兵书，会打仗，将来就可以做大王。嘿，小狗儿，公子，公子。绿儿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！你抱他一下。哎呦，公子，你怎么推人？没看见，不是诚心的。我是哥哥，你怎么对我如此无礼？哈哈，你还好意思当哥哥？风一吹就倒。你以右犯长，不知礼仪廉耻。我是嫡公子，将来还要做太子。你不给我让路，你以下犯上，以贱犯贵。你当得上当不上太子是父王说了算。好，就算我当不上太子，可也下本公子就推你了，你又怎样？你欺负人，欺负你又怎么样？别跟他一般计较。你这孩子怎么无人管教？竟然冲撞嫡公子，还不快快赔罪！是道哥哥先推倒了通哥哥。你这么点小人，能知道什么？我知道讲理。公子说得好。玉儿，我们走。你走，小狗留下。你为什么抢我的绿儿？这是我的狗，又不是你的。啊，臭狗！绿儿，你摔死了绿儿！你拍我的狗！你拍我的狗！你拍我的狗！哎呀，公子没事吧？公子头，来，怎么样？公子头。真没想到公子到小小年纪就如此心狠手毒，惠儿没有尽责，请夫人责罚。这也不能怪你。荡儿戾气如此之重，不是好事。不知王后是否有所察觉？公子通头上流了好多血，那小狗也死得好可怜。樊长史应该带着公子通去找大王讨个公道。小孩子间打架，如何让大王评理？再说了，那樊长史是最胆小怕事的人，那樊长史就只能把委屈咽在肚子里了。戾气伤人，既伤自己，又伤他人。好高兴啊，东哥哥哭了。季儿，咱们把那2只小黄鸟送给通哥哥好不好？好。季儿是个和善的好孩子。季儿，娘亲抱抱。我的小鸟给东哥哥。好孩子，娘亲一会儿给你做枣糕吃，好不好？好。樊长史也别太伤心了，小孩子伤口长得快，换几次药就会好的。那公子当欺人太甚，通儿与他也算是兄弟，可他却下此狠手。娘亲莫哭，孩儿以后多吃饭，快快长，长大了为绿儿报仇。通儿休得瞎说，那应当是嫡公子，他娘亲又是王后，
你哪里惹得起他们？是嫡公子就可以欺负人吗？那通儿和娘亲就要永远被别人欺负吗？小孩子说话都是无心的，樊长史也别太在意了。夫人，八子身边的慧儿来了。哦，樊长史，八子让我过来看看公子通伤得厉害吗？这是一盒生机神仙散，八子说是治跌打的灵药，给小公子敷上，等伤口好了以后，连疤痕都不会留。不错，这里面有川贝、冰片、龙骨、麝香，的确是好药。这个是公子季送给公子通的小黄鸟，公子季说等有功夫，他来陪哥哥一起玩。回去替我谢谢八子，告诉他，等过一日通儿好些，我便亲自带着他去八子那儿道谢。樊长史不必多礼，慧儿告退。智婆婆，你看这两只小鸟多好玩。有些人我们惹不起，却躲得起；可有些人，我们一定得记住人家的好啊。姐姐，妹妹来得正好。都说这插花讲究高低错落，疏落有致。你看这花该怎么插好看？姐姐，让我来试试。姐姐，你看，这样如何？俯仰呼应，上轻下重，还真是好看。快，把这花拿到当儿屋里去。是。赐座。是。这几日当儿在成明殿读书，辛苦得很。我担心大王过于器重当儿，万一当儿有点差池，反倒让大王失望。大王是希望公子有一日能成为气力大统之人。是啊，都说当儿虽小，但有王者风范。王者应具有五德：勇、智、仁、信、忠。勇则不可犯，智则不可乱，仁则爱人。妹妹像是话中有话。姐姐可知，昨日当儿在园子里为了公子通养的一只小狗起了冲突。果真有此事？是，王后。怎么回事？那是因为公子通先招惹了公子。小孩子和小孩子嘛，都是打出来的交情。当儿打伤了公子通，还摔死了小狗。王后，那个公子通可比咱们公子的年龄还要大一点呢。公子通比当儿年纪还要大，却打不过当儿，也是笑话。姐姐可是希望当儿有一日能成为大王，人之所在，天下归之。妹妹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担心当儿身上有一股戾气。当儿才多大，哪来的什么戾气？未免也太小题大做了吧。好了好了，姐姐知道了。等当儿回来，我会教训她的。是，姐姐心里有数就好。当儿就快从成明殿回来了，给她的点心准备好了吗？